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请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请听上帝的话：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让我们每周都能够聚集在这里敬拜你。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接下来的经课、布道、奉献、献诗，让圣灵环绕在我们会众中浇灌我们。我们在此认自己的罪，也求主耶稣用宝血洗净，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祈求仁慈的天父看顾在台湾近期不断地震中受难的百姓，不管在精神、情绪还是财务上，都有你的看顾保护。让我们了解您是在乎我们的，也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见到你的恩典，学习以基督的爱互相照顾彼此。也恳求天父持续的天降甘露，让台湾不再经历旱灾，可以用水自如，国运昌隆。也让已经在乌俄及以哈战争中受到波及的基督徒带入身体及心灵的平安，保护您在地上的百姓及孩子们，并祈求地上执政掌权者摆脱控制他的欲望，尽早终止这些无知的战祸。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的，阿们。接下来的诗歌敬拜呢，弟兄姐妹们若是因为身体不适呢，是可以坐着，或在唱诗的途中坐下，只要心灵诚实、喜悦地歌唱，同样可以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以心灵良诗选第157首《耶稣我主》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的共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接下来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那今日的起印经文在诗篇22篇25至31节，诗篇22篇25至31节。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来应诵读下半节。那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活跃。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人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归顺他。列国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台下到神桌，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嗣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为阿拉伯国家卡达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东吴安素堂徐秀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着台湾近日大小余震影响及部分地区暴雨求生，求主耶稣赐平安，使百姓仍正常作息。持续为花莲地震的灾情以及受灾地区后续的重建修复代祷，愿主施恩怜悯，保守看顾。求主耶稣纪念台湾这块土地新总统在520就职，求你赐给总统治国的智慧，也愿这位新总统符合您的心意。我们一同以主祷文来同声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都是你的，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请赵依兰姐妹来诵读本周的经课。本周的第一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8章26到10节，新约圣经的138页。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料有一个伊索比亚人是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谁呢？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同下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第二处经文在教会圣经新约的266页，约翰一书4章7到21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然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上帝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了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凡认耶稣为上帝儿子的，上帝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上帝里面。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健全，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这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谢谢赵义兰姐妹。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3章，完整的13章。哥林多前书13章，以下呢由我来为各位大家恭读。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慈爱；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就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今日的献诗曲目是《你真伟大》。诗班。
我们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接下来，我们时间交给我们世界展望会的刘怡金专员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今日的证道主题为在追寻永恒的路上。今天很荣幸，就是有这个机会，能到高雄荣光堂这边来分享展望会60周年的事工。那今天我的主题是在追寻永恒的路上。那可以知道说，人生的路有很多种，就是我们一想到路的时候，会想到怎么样的路呢？是直直的路，还是高低起伏的路，还是弯弯曲曲的路？还是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漂亮的地方的路，或者是一个人走在就是荒芜的路上，或者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的路。我们常说人生就是一个旅程，旅程当中我们是越走越累，还是我们是越走越起劲呢？那从小我对这个经文就很有画面，一直的思考着。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在第13章，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在腓立比书的3章13到14节，那可以知道说，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对我而言是什么呢？在人生的计划中，要与神同行，这样子才不会越跑越累，看不到真正的目标。那在人生的这个规划当中，可能会遇到考试，或者是大学要念什么学系，或者是要出国吗？还是要找工作上面怎么样的一个职场工作，或者要进入婚姻吗？那要生孩子吗？要买房子吗？等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规划，有不同的方向。那我呢，之前在英国就是巴斯大学，就是念气管的这个研究所，那主修行销。那回国的时候呢，我就是想说，那回到台湾，我就是要进入大公司或者是外商这边来工作，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要来大展身手。那时候我的妈妈她在她的小组里面，就是有为我回国要找工作这件事情来代祷。那她在代祷之后呢，小组里面有一个社工就跟她说，在展望会有一个市场行销公关的这个缺，所以我回国之后就是有来面试。那在当中我就是想说，展望会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那我就是为主来工作。那在里面也看到很多弱势儿童因此的改变。那没想到我从民国98年到113年，已经在这里服务了15年。那我觉得我会在这边服务，也是上帝拣选我在这个展望会这边来工作，来为这些弱势儿童来发声。那展望会有首展望歌，那里面歌词有提到，哪里有意向，哪里就有展望。那看到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在最困难的地方、最艰难的议题，来帮助这些弱势的儿童跟家庭，那这很感动我。在1949年的时候，美国的宣教士鲍勃·皮尔斯博士，他看到在战火当中，国共内战时中国的状况。那在街头上有一个跟父母走失的孩子，叫做小玉。那看到他在哭泣，那他很不舍，就是这个孩子，他就是把这个孩子送到另一个宣教士的家庭。那这个家庭已经有6名孤儿在里面了。他把他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跟他说，他回到美国一定会定期的寄钱，那希望他能够来帮助这个小玉这个小朋友。那回到美国之后呢，他果然真的就是有定期的就是把钱汇给这个家庭。而且呢，在1950年的时候，韩战也爆发了，南北发生的这个战争，他看到更多在战火当中这些孤儿寡妇，他就是为这些孩子心碎。他跟上帝祷告说，愿让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那其实这句话也很感动我，他也开始跟美国的这些基督徒来呼吁、来募款，以及让他们能够奉献他们的时间、金钱，也为这些脆弱中的孩子来祷告。
也在这当中，1950年世界展望会就此成立了。那可以看到说，在台湾70年前呢，物资是很缺乏的。那鲍勃·皮尔斯这个宣教士，他来到台湾之后，就开始做很多的医疗的工作，来帮助这些孩子跟社区，像埔里基督教医院，还有乐生疗养院，之前帮助是麻风病患，都在这个时候展开这些的工作。那到1964年的时候呢，在台湾就正式成立了这个台湾世界展望会，那今年也是60周年。那时候是由美国跟加拿大的人来帮助台湾的这些孤儿，像是六龟的育幼院，还有博大尼之家，这也是展望会之前所帮助的。那展望会的鲍勃·皮尔斯就是觉得说，这些机构就等他们能够自立之后，我们就脱离，那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在这个台湾这边能够来好好的来发展。那在1985年的时候呢，台湾开始经济起飞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帮助国内自己的孩子。那在1990年已经帮助了13850名的儿童，以前是国外的援助，现在变国内的人自己来帮助自己的儿童。那在1989年呢，也是展开第一次的这个饥饿30，那到今年已经第35届了。那饥饿30这个也是在国内一个很重要的公益关怀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在1992年这一年，对展望会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之前我们是受帮助的这个国家，我们转型成能够来资助别人的国家，我们开始做援助国外儿童的工作。在台湾成立25年的时候，在1992年，我们从伸手，然后推手，到一起来携手来合作，象征着生命它转变的一个过程。我们也秉持这个精神来陪伴这些弱势的生命，能够来翻转，让他们从受助者而成为援助者。一直到现在，虽然世界经历了许多的战乱、疫情等等的影响，我们也了解到世界唯一的不变就是不断的在改变。可是我们的初衷是不会变的，我们一样坚守在帮助国内、国外这些脆弱角落的孩子、家庭以及社区。那展望的宣言有提到说，我们对每一个孩子的展望是他们能够获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心中的祷告是有意志去完成这一展望。这个丰盛不是指物质上的丰盛而已，也是指心灵的丰盛。透过社工去关怀以及资助人的关怀，让他们知道说自己是有能力之后能够站起来的，能够长出这个梦想的这个翅膀。那人生的规划，什么事的影响力可以更持久一点呢？让人认同追随的影响力，我有列了4点。第一个是透过经验知识带出影响力，第二是透过关心爱心带出影响力，第3是透过人格品德带出影响力，第4是透过专业的才能还有属灵的恩赐带出影响力。那什么是展望会的国际影响力呢？我们有帮助儿童资助计划，去聆听社区跟儿童的需要，依照他们社区的需求来制定就是适合的发展的方式以及方案，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培力计划当中能够逐步的成长，以及慢慢的迈向自立。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台湾的爱心已经帮助了51个国家，有175个社区，帮助38.6万个国外儿童。那可以知道说，在这个儿童资助计划，每个月700元，就是每天不到23块，就帮助这个社区能够健全发展，让这个社区能够有儿童保护、干净的水、医疗、健康以及教育等等的这些的发展。可以知道说，这个700元并不是直接给这个社区，而是不是这个儿童，而是帮助整个社区能够来健全发展。因此，如果你资助一个儿童，其实你帮助的是4个孩子能够了受益。那其实这个儿童资助计划也是一个生命去影响生命的方式，可以透过书信的卡片，或者是节期的问候、相见欢，或者是去计划区探访等等的方式，能够关心儿童的成长，给他陪伴跟鼓励。
那也可以透过家庭的 RPG 家庭祭坛来为远方的孩子来祷告。那可以看到这张图呢，是我的女儿她所画的，她就是画我们一家4口，就是跟这个非洲的小朋友 Joseph 这个上比亚的孩子一起来野餐。那还特地画了一颗足球，因为她知道他喜欢踢足球。那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也会寄圣诞卡片跟台湾有特色的一些小礼物，就是给他，让他能够认识台湾，知道说台湾有人是关心他、爱他的。他可能不知道这个700元是多么的大，但是他知道有人是关心他、爱他，让他能够慢慢的来成长。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宣教方式。虽然我们无法到这个国家，但透过这个爱心的关怀带导，可以让他知道有基督徒是爱他的，也是他认识第一个基督徒的朋友。那在国内的话，每8.2万个在贫穷线下的孩子，就有1名是长老会所帮助的。那这40年来，已经帮助了15万名的孩子在这当中。那国内的话是每个月2000块，可以有这个1对1的资助方式。那我们在每学期会给予助学金，也会成立客服班，平常也会有一些的活动，教导儿童的保护宣广。那学龄前呢，也会给予营养的补助，还有教导家庭跟社区的培力发展，帮助弱势的家庭能够有自己的长才，也让孩子大在教育资源上是平等的。那这是资诚会计事务所统计出来的今年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国内儿童资助计划，我们每投入的1块钱，可以有13.4倍的这个社会的影响力，这个社会投资报酬率。那可以知道说，投资在生命中是最有一个价值的，这个1元可以发展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那其实比投资股票还要更多的有效率。那在紧急的人道救援方面，可以知道，不管是在921的地震，或者是88风灾，或日本的311海啸、土叙地震等等的，展望会都在那边来帮助这些紧急救援的工作。而台湾的白米呢，20年来也帮助了10多个国家，产生了4亿碗的白饭，给很多国外的人来吃，让他们有粮食可以享用。哪里有需要，展望会就在哪里。60年前，展望会深入台湾偏乡，去帮助这些弱势家庭跟孩子的困境。那60年后，在乌俄战争、土叙地震、花莲地震等等国际跟国内的这些的天灾战乱，展望会都站在一起，快速的向这些伸出援手。我们相信，能够展望会就像 logo 上面那个伯利恒之星一样，在黑暗中能够指引这个光明的一颗星。那也非常感谢高雄荣光堂有帮助在土叙地震的灾后的重建。在去年2月6号有一个7.8级的这个大地震，那因为有大家的关心，在第1周的时候呢，我们先给予抢救生命跟关怀，有医疗设备啊、避难所、热食，还有医疗咨询等等的。那在震后的第1个月，我们满足这些基本的生存的需求，给予这些儿童的庇护所，还有创伤的支持，还有像暖气啊、毯子啊、燃料、卫生用品跟紧急预备金等等。那在第6个月的时候，就逐步的迈向这个复原，给予清洁的水、生活所需的现金、健康的咨询，儿童有学习支持跟心理社会的支持。那在震后的1周年，感谢大家的支持跟陪伴，已经帮助了210万个这些的人道救援的支持。要感谢教会也有捐款来支持，在2月份也有给予教会这个成果的报告。那在今年呢，4月3号的时候，在花莲也发生了7.2级的地震，那最近也都有许多的余震。那在灾后的6小时，我们社工去调查，总共有180户，那600人次是受到这些灾后影响的。我们就成立了指挥中心，那也有社工去探访家庭，给予物资，那也协助这些人力的调度，开设避难所来收容这些就是震后的这些人民，还有增加3个
儿童关怀的中心，让他们在这个关怀中心里面可以有游戏，让他们心理上不会受到创伤。也感谢教会在花莲地震这边有捐款，让这些花莲的我们的居民透过家屋的修缮、家具、家电的购买，还有震后的生活扶助金，来帮助他们能够来重建。那在4月份的时候，也有把收据寄到教会这边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帮我下一页。那可以知道说，在展望会这里的工作，唯一的不变就是不断的改变。那展望会的初衷是不会变的，我们持续向这脆弱的地方来前进，来陪伴这些孩子、家庭跟社区，让他们能够度过危险以及贫困。在第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持续有效率，而且快速的深化我们对脆弱儿童的这个承诺。第二点的话，我们要持续思考创意、多元化以及有效率的施工的这个服务，像结合数位上面这个阅读的素养，或者是全人的蓝海计划，透过打篮球来运动翻转生命，或者是各级的分级辅导以及积极辅导金这些的一些新的计划，能够帮助孩子跟社区，让他们能够持续在他们最大力的施工上面来服务工作，来做到最大的一个效果。那第三，在合作跟倡议的上面，我们要持续的倡导跟倡议，让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成果，扩大我们的影响力，让每个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同行，来展望这个更好的一个世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60周年的这个影片。你好，大家好，我是张艾嘉，姐好，欢迎大家来，请坐，请坐，请坐。每个人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好，那我先开始好了。我叫做宜佑，那我来自于宜兰，我是独子，爸在我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我妈是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就跟我爸离婚了，所以我从小是单亲，然后后面又变成隔代，一直以来我都是靠着社会资源以及捡拾回收过日子。那我就想说，那既然我受了展望会以及各界的资源这么多了，那他们一定也不是希望说，哦，我就只是单单完成我的学业，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就好。那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所以我就开始去资助了一个小朋友。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很避讳谈这件事情，对，一直到长大，因为小时候因为这个身份所以自卑，然后我也不太跟朋友承认说我很困苦，对，因为学跳舞的大家其实都很富裕，对，要新的舞鞋有新的，要新的舞艺跟爸爸妈妈讲，就有一套新的。可是我都是一套穿很久，然后我会不敢跟我的家人说，我需要买新舞衣，然后我的舞鞋一定都穿到最破最破。当初踏入社工，我就是告诉自己，在展望会一日社工，终身社工。对，我觉得陪伴这件事情，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虽然我陪伴孩子到他大学毕业能变自立，这当然更好。
可是我还有下一批的孩子需要陪伴。心灵上的对对对对，在那个年龄层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跟其他人不一样？为什么我没有爸妈在身边这样子？可是真的是因缘机会到练到空手道的时候，就不会想起这些事情，因为当你在练的时候很累很辛苦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起你原生家庭环境的那个影响你是多么大。我已经跳脱原生家庭的环境，因为教练有跟我说过，你不能改变你自己的原本的环境，但是你可以由你自己去改变。现在的我很好，很不一样。现在你就是你，对，我就是很开心。现在的我就是做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选择的权利。当我们选择了把我们的爱跟我们的关怀带到一个比较脆弱的地方，然后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其实那不只是一个给予，而是一种耕耘，像播下一个种子，然后希望它变成一个大树，结出更美好的果实。我们看到这边，世界展望会在台湾服务60。对，下一页。那可以知道说，这4个青少年，他们第一个是便利商店的后来成为便利商店的店长，也有资助一个孩子。那第2位是后来成为健身房的合伙人，也有资助一个儿童。那第3位长大之后成为展望会的社工。第4位是空手道的国手，在2023年的时候亚运得到银牌。可以知道说，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有人拉他们一把，扶持他们成长。那之后就成为一个很好爱的一个循环。那展望会在台湾已经60年了。我们在4月21号在南区也有办一个感恩茶会。那在4月24号的时候，在台北也有一个国际的论坛。那可以看到说，在5月20号要就职副总统的萧美琴大使也有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就是听到我们在社会的这个影响力，投入1块钱可以产生13.4倍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感动。那可以知道，展望会就是帮助这些孩子在国内国外这个脆弱的家庭里面。那说了那么多的影响力，什么是人生永恒的这个秘诀呢？其实就是爱。爱就是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在自己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非常的大，让我们能够来帮助别人，能够来为别人伸出援手。那我们来一起念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1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第3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第8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第13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可以知道说，我们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一起来陪伴这些弱势的孩子，走一段成长的路，让他们可以遇见永恒，遇见上帝的爱。也希望说，会友可以以个人、家庭或小组的方式来资助儿童。国外是每个月定期700元，国内是2000块，能够来关怀这些孩子。那我们也邀请我们高雄自立的青年田芷蓉小姐来分享她在展望会这边的见证。大家好，我是芷蓉，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生命及身份转变的见证。因为从小家中的孩子众多，加上爸爸有段时间的失业，家里的经济自我有意识以来一直都在一个蛮困难的状态。困难的程度大概就是我跟妹妹在国中的就学期间，就要跟着妈妈去夜市帮忙端盘子、洗碗。那个时候的年纪其实是非法童工，但为了赚取那微薄的薪资去贴补家用，我们仍然还是在课后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也受到了社福单位的帮助。国小的时候，有一次世界展望会的社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拜访邻里，社工就从邻居的奶奶那边得知了我们家的经济情况，他就跟妈妈取得了联系，然后评估后就开案，给予了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支持。我印象深刻的是，小的时候每到过节，社工就会在家访的过程里面拿出一张成长报告要我们填写，偶尔也会要我们再写一些卡片给予对方，但是写了那么多，写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收件人是谁。偶尔也会收到那些阿姨或是叔叔们的礼物。从小的环境其实已经让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被爱，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们有了学习被爱的机会。到了高中升大学的那段期间，因为爸爸车祸，妈妈又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大病，身为大姐的我就身负重任。我自己原本的工作就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的家。我因着小时候曾经在教会学习祷告，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就跟上帝说，我需要一份可以兼顾学业跟生计的工作。隔没多久，上帝就透过社工回应了我的祷告。社工阿姨说，我们这里有一份工作，你有没有意愿来面试？我就顺利的去面试，然后也很感恩的是我录取了。这份工作就是世界展望会的行政助理。开始上班后，坐在我后方的秘书就会常常的提醒我说要去教会哦，然后我就也收到了幸福小组的邀约，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一路上，神一直都在等我回家，我身上一切的重担也可以得到解脱，我也顺利的签下了受洗报名表。在世界展望会工作的期间，我看见社工们不辞辛劳的付出，常常为了访视顶着大太阳，刮风下雨也不曾停下，都让我好感动，就让我也很想要加入去服务这些最小的孩子。我开始投入在志工的行列，我会在假日的时候去当儿童照顾志工，也利用我的专长去教孩子们做手作。我发现我的生命正在转变，我从被帮助者也可以成为了，迫不及待的想成为帮助者。就像展望会宣言说的，我们对每一个儿童的展望是他们获得丰盛的生命。神使用这些社会工作者的手，祝福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也成为了这一切的见证者。我发现助人的过程里我不单单只是给予，我有很多的收获。看见孩子的笑容，我的心就得到好大的满足。这个满足不是任何物质可以取代的。当看见被照顾的孩子几周不见仍然记得我，也看见一个一个生命从原生家庭的破碎里持续的被帮助成长，都让那时身为大学生的我心里下定了决心，我未来一定要成为支柱人，将爱传承。毕业后，当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我也联系了已经，希望可以成为支柱人。还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收到孩子的信件，我心里好感恩。我感谢神给我获财的能力，我感谢神给予我助人的机会，我感谢神，因为神先把爱给了我，我现在才有爱人的能力。收到信的我也会迫不及待地跟家人分享。收到信的我也会迫不及待地跟家人分享，说，这是我的孩子，然后爸妈就会回我说，那我们不就是他的外公外婆吗？这也就变成我们家一个很有趣的互动。展望会陪伴我们家走了好长的路程，从国小开始，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他们的身影。在前年父亲生病时，仍然就读高中的小妹，因为她还有基督徒的身份，所以社工也还是给了我们家很多的陪伴。最后，虽然爸爸因着鼻咽癌离开，但在葬礼上也还是看见了他们的身影，让当时未信主的一家人都大大的被感动，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这是一群不管在什么情况中都与我们同在的一群人。不久，弟弟妹妹们也开始参与教会的活动，在前年的12月25号一同受洗，成为上帝家中的双胞胎。妈妈也因为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她也在去年参加幸福小组，决定受洗。现在家里也挂起了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装饰。这群社工他们的行动温暖着这个世界上的脆弱的家庭。展望会就是神赐给孩子们的福音。或许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失望，仍然有一些软弱，但是却不曾放弃他们手上所做的工。他
他们为这些生命埋下了一颗颗的种子，到了时候就会收成。就像我们家一样，我们现在也可以成为那个为他人生命埋下种子的人。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把这个传福音的机会跟你们分享，让我们一起服侍最小的孩子，一同学习像耶稣为主做见证。谢谢大家。我们非常谢谢芷蓉的分享。那我们现在一起来闭上眼睛，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在追寻永恒的路上，当我们都回到了天家，我们看见之前所帮助的国内还有国外的孩子，正在迎接着我们，来跟我们道谢，来一起相见欢。虽然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但在天堂我们都成为一家人。就像马太福音25章40节所说的，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们身上。如果你有想要亲自服侍主的话，其实今天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不要错过能够为主摆上这个机会。我们可以亲自自我的同，可以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有人是爱他、帮助他的。谢谢。我们谢谢刘怡金专员，让我们报告了我们的世界展望会的信息。我想今日的正道主要的内容就是神要我们照顾在世上所有的孩子，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必须基督徒要负起责任来。我们也很开心，这些展望会呢，能够在多年前种下的种子发展，让这些孩子们发展得越来越好，看见了神的成效在这些孩子身上，在爱里我们才是一家人，才是最大的爱，是最大的。接下来呢，我们以回应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以及他对我们的爱。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心灵良诗选》276首《相聚在爱里》，我们来唱2次。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相聚相聚这日子可以，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同生长，让爱就从恩开始，我们手拉手那是人知道，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相遇生命是我们心灵合一，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那是人知道，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请坐。我们请视线的同工至台前，请会众们预备心，恭敬地以金钱奉献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若是您第一次来到教会，还未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可以安静地让奉献袋经过您身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由衷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生活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也求你赐给教会智慧，去运用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让福音能够遍地兴旺。你是配得赞美与感谢。现在预备一点金钱，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请坐。首先，是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呢？好，让我们来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第2遍的时候，一起来互相拱手握手问安。好，我们一同来关心教会的事工。我们可以看教会的周报以及代表事项。我们也请下周侍奉的同工们能够预备心。首先，我想要提点的是，主日崇拜之后呢的成人组诗歌赏析就在这里3楼进行，待会。还有我们卫理神学院6月1号上午10点，透过教区举办老师我在的培灵会，由梨花姐妹，好，我们请梨花姐妹说几句。我本来想夸张的站在这里1-2分钟，让你们看，把我改变，因为我上神学课真的让我改变。我在这里要分享，牧师给我几分钟，我要尽量用。没有，卫理神学院在荣光堂开神学课程，不止这些哦，还有哪些？他从2020年开到2024年，第5个年头了。然后这10堂课程，这9堂课程当中那个由箴言到新旧约，到神学导论，到释经学，到摩西五经，这6堂课都是由蔡慧秋老师上的。然后他亲自教导我们，然后让我们扎下实实在在的神学基础。然后卫理神学院在慎重的精选了，并且呢，刘晴晴老师为我们在圣灵正确的，让我们在圣灵上面有正确的引导，所以他教导我们基督徒们在圣灵上的教导。然后他加拉太书短短的6章，你知道吗？他写了整整这么大一本书，让我们上到12堂课，这里面有中文、英文交叉子教导我们，然后让我们正确的使用那个，让我们圣灵真的充充满满，
然后有丰富精彩的内容，而且这是他亲自编写的、编写的、撰写的。当然别的老师都是用其他书参考，所以非常棒。然后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很认真，我真的很认真。迪华我哈，只要是想要的话，就一直很认真。然后有一天我媳妇就在问我说：“妈妈，你这么认真，你将来你一直这样读神学院，因为我已经读了9堂课了，那你这样一直读，你要做什么？你要做牧师吗？”我一听没，我说做牧师还早，妈妈不会这么那个。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读神学院要干什么？我这么认真在读神学院要干什么？除了义务传道的一个基本的基础以外，我干嘛要那么认真啊？我还要写报告，我还要写论文，我干什么啊？我在心里这样想。然后终于在这学期，那个用圣经辅导的周淑清牧师，他用他生活阅历的很丰富的教导我们助人技巧，用圣经辅导来助人。这时候我才觉得说，我上神学院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容神益人。因为周老师第一个我们讲，我想说，哎呦，我还去辅导人啊！我心里想说，我怎么那么厉害？我还要辅导人啊？结果不是，周牧师第一堂课告诉我们说，不是，要先内省自己，审查自己。当你活出了好的形象，我相信你再去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就有说服力。那我一听说啊，原来是容神益人，就是我要先做好自己的榜样，然后在我们高雄卫理神学院开课是在我们荣光堂，然后每周5的晚上7点到9点，然后我希望欢迎大家来参加。但是呢，欢迎那些心灵不满足的，或者是渴望得到上帝爱的拥抱，甚至于呢还想要了解基督徒的使命，更亲近神的话，请你来参加。然后老店就老卡，阿爸就阿母对阿母，然后就弟兄姐妹一道来参加。我觉得这个课真的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喜悦。如果你还听不懂的，没关系，下一张。好，没关系。6月1号，礼拜6，早上10点到11点，在高雄卫理堂，不是荣光堂哦，高雄卫理堂，在中山路跟五福路交接口。如果你坐捷运的话，中央公园2号出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什么呢？邀请你来参加这个讲座。我们有很多的过来人会去那里现身说法，让你得到契机。好，这是我的报告，谢谢。我们可以看到迪华姐读神学院的时候非常开心、兴奋，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个学院。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世界展望会的已经专员还有子龙的分享，谢谢他们，谢谢。有求神继续持续的祝福这些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社会的事工。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下周是属于圣餐礼拜，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还有下周5月5号的主后的12点30分将召开教会扩大同工会，请执事小组长及成组老师、儿组老师相关同工参加。那会中将会讨论教会的发展方向、各项事工执行及改善的方法，以及各位有需求可以提供。弟兄姐妹们有建议也可以通过同工们表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的1点30分也会召开5月份的执事会议。南部教区呢将于5月11号上午8点半至12点半举办启发课程培训，在高雄的卫理堂。教区呢将邀请台北真理堂的启发课程培训小组前来教导，这是免费的课程，欢迎报名登记。像刚刚那个可以请神学院的话，可以跟那个玉华师母来报名。教会将于母亲节举办庆祝活动，那弟兄姐妹们可以上台见证自己对母亲的见证分享，每人5分钟，台语堂以2人为限，华语堂为3人，可以跟牧师来报名。教会呢将于6月22日的礼拜6举办59周年的爱心
图因缘优惠，也邀请弟兄姐妹们投入义卖的物品。义卖物品已经截止了，谢谢弟兄姐妹们热心的提供，也邀请弟兄姐妹们来参与。那教会呢将储备儿童的师资及青少年的辅导。那欢迎对儿童及青少年宗教以及生命教育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来报名，教会将预备师资培训课程，报名请洽办公室以及徐茂林教育执事。那也请为各教会的各项事工的推动复兴守望来祷告，也邀请弟兄姐妹们参加实体的课程，礼拜4的晚上7点30分的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需要的事情来祷告。那有关肢体消息方面呢，会众们可以自行参阅周报来放在代祷的当中，为肢体不适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牧师是否要补充？牧师这边做一点简单的补充哈。那我们为什么这一段时间都一直在登？我们需要有老师、儿主老师跟我们的青少年的辅导。刚刚我们的这个田子荣姐妹她就已经刚刚提到，她从小的时候就能够有社工，有一些关心她的人，让他们可以在她的生活的当中可以得到成长跟茁壮。其实参与在年轻人跟参与在儿童的成长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多有弟兄姐妹参与有份因为能够改变世界，将要从改变儿童跟青少年开始。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来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也求上帝感动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等其他人来感动，但是如果假设我们自己有感动的话，让我们也能够赶快跟我们的教育执事来报名，让我们的儿主老师跟成主老师都能够预备充足，让我们的孩子、青少年都能够得到帮助好，那刚刚我们的遗经专员其实让我很感动是，如果各位刚刚看到他自己的简介跟介绍的话，他是从英国回来的一个海归的这个年轻人然后他没有到大公司去，他去到 NGO， 就是没有盈利的组织，到这个基督教机构里面来，这是令人很感动的事情。因为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专员他自己讲述他自己，但是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做过见证，就是他们的一个社工曾经我在桃园牧会的时候，他曾经深入这个很危险的状态里面，去把一个阿嬷跟2个孩子救出来，因为爸爸是家暴的，然后酒醉之后就会家暴这个家庭的孩子。那这个社工是一个很矮小的社工，瘦矮小的社工，但是他趁着爸爸喝醉酒之后躺在沙发上，然后他就潜进家里面，把阿嬷跟2个孩子救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有很多社福机构，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工，他们都在做这样的参与所以我们不用再说好像只有看到慈济在做事包括我们在花莲的赈灾当中，我们的展望会也都有站在第一线在做服事他们的社工也是不怕死的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上帝帮助，让他们也能够在社福工作上协助教会。也许我们有一些做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些的社福单位他们能够来协助跟帮助我们所以从5月以后，我们也有很多的事工会陆续来进展。那请大家也能够来参与，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参与。那5月11号，这个是这个总会来举办教区来主办的一个这个培训这个是一个叫做启发课程。那让我们的每一个小组或者是我们的每一个单位都有机会能够邀新朋友进来。所以教会如果没有新血，没有新朋友，那教会会渐渐的萎缩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时间上可以的话，不是只有小组长或是执事请大家都可以有机会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上课。那因为名额有限，因为这个高雄卫理堂以前我在屏东在嘉东的时候在布道所里面觉得去高雄卫理堂好像觉得他们是一个大教会那现在我们的荣光堂比他们大了很多，所以现在相对起来好像高雄卫理堂就小一点了所以座位有限，所以请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要尽快的报名，那跟我们的办公室来做报名。
那母亲节的见证的话，我们华语堂已经有2位了，那还剩下1位名额啊，所以要请大家尽快啊，这个名额被抢走了就没有，我们有3位的要做见证啊，那请大家来踊跃的这个参与。那刚刚提到那个老师我在啊，其实那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慧秋老师或其他的同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就是这个慧秋老师他说他在这个现场上课，那也有线上的课程的时候，他在点线上的同学，那线上的同学说老师我在啊，表示说他人是在这边在等着这个听老师上课，所以这个是他有感动的一个发想啊，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来听听这些的神学生这些参与者，他们在神学参与当中他们的学习。那6月22号，这是跟我们自己教会有关的。6月22号，我们是我们的59周年的堂庆，明年我们就60岁了。所以59岁的当中，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新朋友、福音朋友来参与教会的活动。那所以请弟兄姐妹也注意这个时间，让我们有机会邀请新朋友来，邀请福音朋友来，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欢庆进入60周年。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进入60周年，上帝给我们丰盛的一年。当丰盛之后，让我们可以走出去，期待我们能够往外再扩展。60岁再生一个孩子，我想应该不过分了啊。10年前我们生过了一个孩子，这个凤山在我们的附近。那希望我们在60岁以后，我们也有机会再继续再生一个布道所或是小教会能够出来。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这个教会生出的教会，都比我们自己更兴旺，都是荣耀上帝的。愿上帝祝福我们。以上，谢谢。谢谢牧师，会众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山颂》。爱一切有需要的，我们能够付出我们的能力，摆上我们的一切所有，能够帮助在有需要的地方。谢谢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让我们白白得来，也白白舍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殿乐，请在殿乐中默祷，为我们的今日事项、肢体消息来祷告。若心里有忧伤、身体病痛或是特别需要祝福的会众，可以上前来，由牧师亲自为你来祷告。我们今日的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爱你，也愿神祝福你们。感谢你。